关掉。看，摇花才会落毒。未关伫摇花的厝内下，恁着学了摇花，恁着用线索举起恁的手，学了摇花，愿创造天地摇花，对世安赐福气互恁。献诗，新的献诗第4首，旧的第58首。伊的万国众人着听，这起令来面作首。咱用台湾基督叫了教会的信仰告白，来，我敬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互伊定义，伊是覆盖世界的主，是生活甲指导，伊对对性生活般，既在天路哪里出世做人，最爱的伊。就是人类救赎，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并是你的死与活，显明上帝灵来教导伊，互咱甲上帝和睦。伊的神就是圣神，降在咱中间，修饰对来，互咱伫万世之中做见证，要告诉过来，万是生命是上帝所启示的。现在伊的救赎，对万信用他情爱的尊敬，万是教会是上帝百世同体，受到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最富大的使者是我们的，来定我的本地，定当所有的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传递5万的记录，万是。咱对上帝回应来悔改，做个下面用天神灵来加新新的生活，回应上帝，万是上帝互咱有尊严、财源、一定公道，来有阮伫伊的创造，无一定把伊撒到关于世界，对安尼，咱有社会是天
平安大欢喜。阿门。请坐。请问50篇就是以赛亚书61篇61章。至关上主神灵到我，找我去传好消息给散车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西安悲哀的人，欢喜的由代替悲哀。因着穿公义的手，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个国会得到好名声。这些所有看见因的人，拢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尊名。其实咱来祈祷。遐阮的爸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期待每一天甲你相拄的时间，来享受你讲话的美好，对你来的能力来领受，嘛领受你的丰盛的恩典，得到你全新的祝福，愿你锻炼阮每一个时刻，因为你的话是生命的良药，是阮的美牛。疫情的关系，互阮的生活拢改变，人与人之间拢保持距离，也无法度来正常来教会。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也互大家心灵加遐。阮大家每一天拢为这个疫情甲战争来祈祷，求主用你公义的手来帮助，来平息这个战争甲疫情。阮也将今日的礼拜，拢交托伫你的手，相信上帝伫上好的时间，拢将一切变做上好的。我也将阮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拢交托伫你的手中，伫你的祝福中，大家拢平安健康。我安尼祈祷，是奉耶稣的名，阿门。赞美松联团契，我完全交托。
感谢双联团契的赞美，恭受上帝为圣经以弗所书2章11节到22节。来，我们一起念。所以恁着记得，恁前照律底做外邦人，互遐个亲做甲你个人，亲邻做小甲你，因为甲你就是对人的手所行伫律底，迄是恁无基督，以色列国无分，伫遮个应允利益无感谢，无所仰望，踮伫世间毋捌上帝。你平素离开远远的，加踮伫基督耶稣对伊的火，有得到光活，因为伊是做咱的和平，互两边做一个，拆去迄中间三角的树，搁伫伊的律底，火无结完熟的云端，就是遮个诫命的律法，记载伫规律的，要伫伊本身将两旁造成一个新的人，来成就和平。佮已经伫十字架拄去迄个完成，要互两边伫一体对十字架，甲上帝和，佮来传和平，互恁远的人，也传和平，互近的，因为对伊的咱两边伫一个城，得到君亲，安尼。恁无搁做外面人架骹的，就是遮个信徒上国对上帝家来的人，就遮个使徒甲先知的地基顶，基督耶稣家己做出角要紧的笑，在伫伊记那所起的。拢三联络，踮伫主内渐渐诚侪圣殿，你也踮伫伊三家受起做，诚做上帝用心所建起的厝。阿们。今天牧师要分享的是同被建造。兄弟，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三同心来祈祷。主，这是阮安静阮的心来到你面前，搁来一摆要对你的话三个实，主恳你当，互你的话成为阮生命中最大的帮助。不但伫阮的世世代代，拢因为你的话来得到坚固。阮这是要对你的话三个实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大家平安。这礼拜新安宫的读经本，伊的进度就是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为了要帮助咱兄弟姊妹搁来清楚，使徒保罗伊所写这个以弗所这本册的目的，伫遮牧师小可伫遮来介绍以弗所教会的地理环境甲伊的历史。圣经中以弗所就是今仔日托尼基的埃菲索斯，这座城墙是起造伫这个爱琴海的这个沿岸。虽然毋是当时亚细亚的首都，却是亚细亚省上重要的城市。伊的重要性有第一，是亚细亚主要的商业港口；第二，东西大道的中心点。是当时商业发达的城市。第三，在政治上有民主自治权，是罗马政府执行审判的城市。第四，在文化的顶面重要。
主耶稣降生前600年，伫这个所在出了一位真正出名的铁学家赫拉克利特，伊提出这个字叫做 logos， 听过哦？我想 logos 到今仔日咱拢真侪人咧用，所以伊所教导，就是讲会当伫这个学生的中间，甲因讲，你来观察各种的现象，并且找出这个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所以咱知希腊文这个 logos， 就是伊所提出的，意思是爱伫各种的现象的起因的一个 logical。所以当时的耶稣虽然毋是亚细亚省的这个首都，却是这个亚细亚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因为伊靠近这个港口，交通便利，阁是连接东西交通的要道，是一座商业发达、经济繁荣、政治甲文化拢兴旺的一个城市。伊有所教会成立的时间，大约是主后52年。当时使徒保罗完成第2摆的海外传道，要转去到耶路撒冷的时，伊第一站伫这个所在停留所设立的。当保罗第3摆海外传道的时，特别是伊有所伊停留3年的时间，这3年外的时间。伊入夜传福音，并为了当地信徒的信仰做非常扎根的一个培养。福音对以弗所传到亚细亚周围的所在，伊的影响甚至动摇了当地一个叫做阿底米女神的这个崇拜的这种的信仰。结果呢，结落。这制作也是咧卖这个偶像的人，譬如讲银匠、银匠，这个迪米丢造成暴动，以告保罗不得不离开这个以弗所。所以咱知以弗所教会是一间伫信仰上得到真侪栽培造就的教会，只是基督徒的生活伫种充满着偶像崇拜。物质丰盛的城市内底，真容易看重这个世俗世间物质的享受，忽略家己伫基督内面的丰盛，以及属灵的身份甲地位。也因为安尼生，伫主后61年，当保罗被软禁伫这罗马的时阵，伊写批。和有所的教会，才会信徒，而且来提醒因，基督徒伫基督内面所拥有的丰盛，以及荣耀无比的身份甲地位。所以，伊有所书一本册的特点，就是用上帝眼光来看每一个基督徒。伊有所说，咱来看见，基督徒是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所竞选的。极其宝贵的礼物，这个竞选不是一时性的，也不是暂时的，是对万世以前，上帝还未创造宇宙万物以前，就大声伫耶稣基督内面定好的旨意。所以兄弟姊妹，今日你我成做一个基督徒，这并不是偶然的事件，乃是上帝早就竞选。你我要伫伊的国度内面，成做一地搁一地活活的石，咱要受起造，同齐受起造，成做上帝荣耀宝贵的殿，是上帝圣殿。咱要一生一世，不但有上帝恩典慈爱，甲咱三个弟弟，咱不但要住伫上帝殿的内面，并且上帝也要住伫咱的内面。所以有所这本册，将咱带到永远的这个眼光内面，带入上帝的心意中间。所以咱伫地面上的生活，
无应该只甲停留伫家己的光景内面，只对重追求物质的丰盛甲富有，也是单单干那看家己目前。有人感觉讲哇，即马生活安怎吼？疫情安怎可怜啊、逼真啊、艰难的困境。所以咱哪有啥物？哪有咱像老鹰一样的眼光，来看见家己会当体质飞悬，超越你的困境，赢过你的艰难，也超过眼前的丰盛，甲你的上帝安那三同行。因为基督徒，咱会记，你是基督徒，你上帝看做宝贵的、尊贵的，伊付出独生囝耶稣基督的宝血，同价来赎回你，毋是互你满足伫现今的丰盛，也毋是互你自卑自叹，家己可怜伫眼前的困境，乃是爱你对中自爱，活出生命刚强壮大，活出生命真正的丰盛甲富有，更加活出生命上水上好的价值，永远的意义。就是你我每一个基督徒，拢是将来要去做天顶耶路撒冷上帝圣城的基础。所以牧师今仔日要通过今日的圣经节，以弗所书2章11节到22节，要甲咱三个来分享。基督徒的性命是如何当被起造伫耶稣基督内面。所以伫以弗所书第2章11节到22节，这段经节来分享。特别第2章11节到12节，伊安尼甲咱讲，所以恁着记得，恁前照肉体做外邦人，互遐个称做割礼人，称恁做无受割礼。伊个割礼就是对人的手所行伫肉体的，迄时恁无基督，以色列的国无分，伫遮的应允的约无干涉，无所毋望，踮伫世间毋捌上帝。伫这个所在咧讲，这个割礼，割礼是上帝甲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真重要的记号。这个记号表明，伊是上帝伫世间所拣选的为百姓。所以伫保罗的时代，当时的犹太人虽然已经亡国数百年，因流浪伫各国各地，拄着侪侪艰难困境，战争不断，被压迫、被迫害不断，总是因从来无失去这个愿望。伊会当坚固徛在，就是因为这个信心甲勇气，互因来突破这个生命的难关，乃是因为因的心内有一个永远袂花去的愿望，对因深信家己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宇宙的创造主上帝是因的上帝。这犹太人因为因的先祖亚伯拉罕甲上帝有这个割礼的约，看家己好像是落难中的公主甲王子，因深信有一天上帝必定会恢复因这个尊贵的身份甲地位，所以咧，因反转咧，伫遐来轻视这个外邦人，就是一切并不是犹太人的外国人。这犹太人认为家己只有家己是上尊贵的，是上优秀的民族，而遐的外邦人的受造，拢是将来审判这个地狱所需要的起火柴。所以外邦人就是要互这个地狱的火烧去的这个起火柴。无受割礼是犹太人对外邦人这种轻视的称呼。这保罗伫遮会指出，耶稣基督也未来到世间完成伊救赎大功劳，这个稳定的以前，确实是安尼。只有以色列人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所以伫旧约时代，上帝也只有甲以色列人立约。比如讲，
对来喊之约，创世纪15章17节到21节的记载。摩西之约，创世纪19章5节。大卫之约，撒母耳下传7章等等。外邦人无带着这种应允毋望的约，所以因毋捌上帝，人生只有空虚低贱的，并无这个永远的毋望。无上帝人生，一切毋望拢是低贱甲虚假。这是因本身所拄着的。所以伫遮讲，总是恁平素离开远远的，当踮伫耶稣基督对伊的话有得到君王。有所书2章13节，兄弟姊妹，犹太人只认为因有上帝的约，有律法，有圣册，有圣殿，有圣礼。有祭司，有这个就教育，有这个就让证明伊属于上帝。将来伫上帝的国有因的地位，总是保罗伫遮来指出，要成做上帝儿女，毋是靠割礼、律法、圣殿这个外在的物件。利益，更较重要的，都要有啥物？耶稣的保护，耶稣的保护，因为只有耶稣的保护，才会当洗清人的罪，带领人来到上帝面前，来亲近上帝，成做上帝的儿女。因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甲活命，若无照着伊，无人会当到被上帝遐。约翰一书14章6节的记载。所以这有所书伫遮甲咱讲，特别第2章14节到17节，保罗伫遮指出，这个关键的重点，是因为伊是做咱的和平，互两边做一个，拆去中间三架的墙，搁伫伊的肉体会无结完仇的因端，这遮的律法，界定的律法。记载伫规例要伫伊本身将两边组成一个新的人，来成就和平。佮已经伫十字架除去迄个冤仇，要互两边伫一体，对十字架甲上帝和，佮来传和平，互恁的人，也传和平互军的。遐姊妹，咱知影，罪。互咱产生一道搁一道悬悬的墙，隔断人甲上帝、人甲人之间原本水搁好的关系，罪也互人毋敢亲近上帝。所以当上帝伫咧爱电脑园咧呼叫人的时，你伫倒落，人安怎？人密起来。所以咱知影，当人伫遐惊吓恐慌。毋肯面对家己的罪时，上时也失落了有上帝同在的平安甲喜乐。所以，这个罪的高墙，互人无法度享受到上帝所要互人的稳定甲祝福，反倒呢，互人活伫这个见笑、忍耐、痛苦的中间，不断地来伤害家己，也伤害别人。兄弟姊妹，咱来知影，罪的高墙就是骄傲、自私、嫉妒、轻视、傲慢。譬如讲，这个宗教的高墙，伫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圣殿，有一座这个高墙，隔开圣所甲外邦人的这个院。门口还有一块牌仔写着讲，外邦人到遮止步。那超过越过，就安那处死。譬如讲，有我的民族主义的高墙，咱遮
真侪人咧提起这个民族主义。咱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德国的纳粹用我的民族主义的名义，伫遐来发动战争，占领的杀害600万的犹太人。咱今仔看去苏联对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所发动的这个侵略的战争，也是安尼死。佫发生伫5月15，美国南加州女员教会的枪击案所发生的这个性质的矛盾，伊个前几天，美国德州小学的这个这个枪击案，顶拢是因为这个骄傲、自私、嫉妒起始，也是人这内在这个受欺负迄种迄种的迄个怨愤，这个可怕的罪，伫人的心目中锁起这个悬悬的墙，你到伤害家己，也伤害着别人。这兄弟姊妹，心中的这个高墙，心中的这个高墙，若无受拆毁，人永远会被这个罪的苦楚捆绑折磨，靠家己的气力，永远脱袂出魔鬼的伤害甲引诱，一生呢，只该活伫这个惨淡的世界中间。所以咱感谢上帝，上帝原本创造人的心意，便是要互人互相伤害痛苦，咱是要互人蒙恩得到福气。所以到伊所定定的日子、时间，找起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伫十字架顶流出伊的宝血，洗清人的过犯，互上帝甲人搁再亲近。这就主要所十字架的疼，咱会当真做新创造的人，人无搁再行到底，被罪所压制、所压迫，咱是会当靠主伫遮的德性，我靠耶稣基督的大权能，活出这个德性的人生。所以兄弟姊妹，愿意接受十字架疼这个新的人，是我靠主耶稣的疼，真做每一天生命的动力。过去，咱被罪所伤害，常常的得罪人，咱家己也真容易，互人有意也是无意的伤害甲得罪。所以咱需要上帝的疼，不断伫遐来修补，不断伫遐来疼，医治咱受伤的心灵。所以咱要求上帝帮助咱，通过每一天不断听谈伊的话，伫遐听谈上帝的话，读伊的话，思考思想伊的话，互上帝的话来医治、安慰、滋润，互咱的心灵重新伫遐来修复，软弱变成做刚强。所以咱知影上帝的话是大有气力的。有上帝的话，这当用上帝的眼光、上帝的思想、新的价值观来过咱每一天的日子，互咱的每一日真侪新的日子。所以感谢上帝，每一天咱爱归零，为啥归零？将过去遐无好的，咱若拢去煞归零，拢伫遐拢无啊！每一天也拢是新的开始。过去的旧的人的内面，这个旧的人有种族、有言语、有地区性、有阶级、有性别等等的分别，所以真恶伫遐彼此和睦。所以今仔日伫耶稣基督的内面，真侪新创造的人，在活伫新人的中间。还是用上帝眼光来甲人和好，甲上帝和好，心中这个苦毒、
就会渐渐消除去，灵内面的平安喜乐，就会渐渐伫遐来充满。互咱的每一天，拢是温上加温，力上加力。接续落去，保罗安尼讲，因为对于咱两边伫一个神得到亲近辈，有所书2章18节，伫即个所在提到，咱会当成做一个新人，乃是照着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奇妙的工作，这个父的竞选、子的完成，甲圣神的执行，互咱成做一位新创造的人。这是一个奇妙的工程，也是伟大的工程。这求上帝来帮助咱，活伫圣神内面，看见咱这个人伫上帝目睭中是何等的宝贵，咱会当进到上帝的面前，是何等的福气。伫伊的手保罗前，咱会当随时将咱的困难、问题、孤单、忧愁伊来讲起。求伊来指引、甲帮助。所以伫这段经文的最后，保罗指出上帝用这么大的心力，互咱成做新创造的人，伊的心意到底是啥物？伊的目的佫是啥物？伊有所书2章19节到22节，伫遮安尼讲：安尼，恁无搁做外面人，架骹的。伫甲遮的圣道上国，做上帝家来的人，受起造伫遮的使徒甲先知的地基顶，基督耶稣家己做出甲要紧的招，在伫伊记那所起的拢三联络，踮伫主内渐渐成做圣殿，你也踮伫伊三个受起造，成做上帝用神所徛起的厝。原来，上帝的目的是爱咱进入到伊的国度内面，成做上帝国的一份子，是上帝家内的人，会当齐伫遐享受上帝国一切的权利，当尽上帝国一切的义务。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家内的人伫这个家。这个家庭，就是伫地面顶，地上，咱所今仔日称呼的教会，地指上帝教会，对咱今仔日，兄弟姊妹伫这个所在，今仔日，上帝带领你来到咱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就是你属灵的家，你伫遮袂当搁做啥物？袂使搁做人客。会做外人，真正客气的时候，坦待别人来服侍你，安尼永远是人客。咱若愿意尽家内人的本分，你就会找到归属感、认同感。有归属感、认同感，就当享受到上帝家内的安息甲温暖。这个家内有啥物？教会有啥物？有主日学，有团契，有诗班，有赞美团。咱即摆阁有啥物 ？RPG， 阁有小组，伊各种的关怀等等，有归属感、认同感。即种是家内的人才会到愿意受起造。这起造也毋是随便的，毋是讲个人的话。乃是爱起造伫使徒甲先知的根基，意思讲爱经会起啥物时间的考验，会当通过历史印证的真理甲假实。既若无办法经过考验的甲印证的，拢只敢是短暂虚假，毋是真理，就会伫遐来改变。感谢主。真理的根基，这基督耶稣家己真侪厝较头的石，厝较头的石，也叫做头一地的石。
是稳固的，是受过试验过的，是会当托住咱，也是联络咱，互咱同齐被起造诚侪灵的一个宫殿，灵的家。所以，亲兄姊妹，被起造表示毋是凭着家己的什么啊，表示咱袂当随心所爱，家己想要怎样就怎样，毋是凭家己的喜好，咱是甘心照上帝安排，甲其他的兄弟姊妹同心合意，伫遮来服侍。因为咱每一个人拢只是一块活活的石，若无受起造起来，只是单独的一块，无啥物作用。只有甲其他兄弟姊妹同齐被起造，才能渐渐诚侪上帝荣光荣耀上帝的殿。所以伫遮讲渐渐表示，当咱愿意受起造，心灵就会当伫这个受起造的中间持续不断的成长。每一个信徒的信仰，伫受起造的中间渐渐成长，教会就伫遮会成长，上帝的圣殿就越发荣光甲美丽。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会知影《以弗所书》被称作什么？狱中的书信。什么叫狱中的书信？你敢知影？伊这是保罗伫罗马监狱内面听候受审判的时所写。关于伫这个监狱的内面呢，听候受审判的时写出来的批呢，咱遮看伊保罗当时的环境处境是非常的险恶，环境非常的无好，甚至是有危险的，随时都有可能失去性命的。总是保罗依然关心上帝所关心的。所以今日咧读这张批信的时阵，你完全唔知影保罗伊面对的环境是遮尔啊艰难，却完全无一点啊监狱中的惊吓、苦毒、怨恨等等负面的情绪，反倒呢，处处流露出对生命的喜乐、丰富甲富足。伊活出生命上水的高度。为什么？保罗会当无受到恶劣的环境底下来影响呢？因为伊看见上帝的心意，对上帝伫人的心中水阁好的这个精选，甲有意义的起造。面对上帝的精选甲起造，唔干那互人看见生命的丰富价值甲意义。更加将人的心灵带上这个属灵的高峰，这个愿意接受上帝拣选甲起造的人，必定是生命真正的得胜者。因为安那，伊甲上帝相同行。这教唆当前咱放落家己这个自我、自私、未满足。伫即个所拥有的即个物质丰盛的中间，也无看眼前所拄着的恶的担当甲挫折。我相信咱兄弟姊妹中间有人拄着侪侪恶的担当甲挫折，但是咱都要伫遮学习什么？学习用上帝的眼光，看见上帝宝贵的精选甲荣光的起造，啊。用上帝眼光来看见上帝宝贵的精选甲荣光的起造，愿咱会当将咱家己交托伫全能主上帝手中，欢喜来看，和甲伊安那来看做宝贵。咱是一个真正宝贵的圣徒，当地起造基督荣光水的身躯，互咱同齐伫遮渐渐来成长，成做上帝荣光个水的圣殿，好无？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位，咱三同心来祈祷。
做阮感谢你，搁一摆透过你的话，互阮上人的性命，搁一摆得到保障。因阮要伫即个所在当受造就，当受起造，因阮拢是属于基督厝壳头的重要石。我每一人拢伫上帝的国度中间，是有地位的，是尊贵的，是宝贵的。当我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遮当心徛在起造的时，上帝这阳光甲水的圣殿，特别伫阮的中间，伫遮来建立。我要用水阁好的生活、信仰、行做，来引出更较侪人来归你。主安的上帝，我感谢你，阁透过保罗，伊本身所经验到这人生的经验，以及对有所地区教会信徒的一个劝勉，甲伫遮的勉励，互咱看见上帝你伫阮每一位中间的作为也是同款的。做可能让阮通过今日的圣经，过来一摆来坚定阮本身对你的信。虽然伫这疫情遮尔严肃的时阵，阮犹原会当到伫你的面前，伫遮来敬拜、听探你的话，会当透过你的话坚定阮对你的信，帮助阮伫这永远的国度、永远的生活内面，得到上帝更较大的祝福。主，阮感谢你，但这是阮将阮本身与阮兄弟姊妹完全搁再一摆恭敬交托伫你的手，可以继续带领阮、帮助阮、坚固阮。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牧师用同辈建造来勉励大家，回应上帝话，献诗新的149首，旧的481首，请听你来念转诗。
座，奉献。请起立来念第4节。我已经无悔你，愿主龙胆的心，我已在尽力修书，让我跟你做地步。咱上甲来感谢，只愿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伫早前，你着拣选我每一个人，诚做你所疼的囝儿。我嘛真意爱你伫阮的生命当中做阮救主，做阮的导师。伫即个疫情甲战争混乱的时代，阮更较需要你甲阮同在。守持圣灵伫阮中间，随时帮助阮，互阮有甲你同在的福气，确定阮每一个人境界，伫阮每一个脚步，拢有你的同在，守持平安伫阮中间。当现今，阮淡薄的金钱要做圣工的路用，求主你亲自来使用这个金钱，互有更较大的果效伫即个圣工的顶面。阮安尼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坐。介绍来宾，要没有的话，我来报告。礼拜后第2堂华语礼拜，请服侍同工留下，求主保守染疫者的都快恢复健康。6月1号礼拜3上午10点，在教会3楼有新眼光查经班。6月5号下主日是圣灵降临节。有立新基金会陈碧兰牧师前来分享。立新基金会主要的事工是关怀弱势，还有家暴、性侵，还有虐待无依无靠的妇女，还有青少年，做短暂的安置和中长期的庇护家园。请大家为弱势来关怀、关心、代祷与奉献。总会今年事工委员会8月2号到5号，礼拜2到礼拜5，在桃园青年体验学习区举办日光少年营，欢迎国中、高中、大专、社青荣耀来报名，费用有2800。到上网报名缴费，教会补助一半，请看公布栏。总会青年事工委员会8月26到28，礼拜5到礼拜天，在玉山神学院青年查经营，主题查经路上道路真理生命，费用1500块。
欢迎社青踊跃来参加。在网上报名缴费，教会补助一半，请详细看公布栏。邀请弟兄姐妹用10分钟单独会主，阅读新眼光，塑造神国的价值，让你如鹰展翅上腾。为推动新眼光2022年圣经填充题，从基本的经文或经句，在更深的祷告中突破个人的难处，经历属天恩典的祝福，来培养兄弟姐妹更多的信心祷告。礼拜五晚上有邀请曾俊奎牧师前来晚上查经的祷告会，礼拜五晚上8点，欢迎弟兄姐妹来参与，来经历上帝的恩典。圣经填充题是以弗所书3章到5章。本周的寿星，今天八字雷，今天还有来春跟栗鼠，思轩、林校长，有在的都站起来，我们为你们唱生日快乐歌。祝生日快乐，日日蒙恩得福。上帝祝福你们生日快乐。同心代祷。要代祷之前，我们先来看经句，好不好？上帝的话，我们先来读一次哈。有所书二章21节到22节，咱先来读。在你伊见那所起的拢3联络，点伫主来渐渐正做圣殿，你也点伫伊3角受起座，正做上帝用神所徛起的厝。有所书2章21节、22节，搁一摆来，在伫伊见那所起的拢3联络。点伫主来渐渐正做圣殿，恁也点伫伊3角受起座，正做上帝用神所徛起的厝。有所书2章21节、22节，咱就是拢徛起来，咱3角来祈祷。主啊，上帝，阮即3角主持，主啊，在你听阮也敬赏阮。阮3角伫你的圣殿伫遮来敬拜，对你的话3角会实。但这是阮也举起阮祈祷的手，为着阮所关心的，无论阮的教会，就是要伫遮来起造阮的圣殿，就可以为着阮陪伴，即下伫阮全教会兄弟姊妹的圣殿，会向伫遐敬拜造就传福音，引出更较侪人来归应你，就可以特别教阮3角伫地。阮也特别。为着阮需要兄弟姊妹，特别医生伊今日咧考试，老师的考试，主可能特别施恩伫伊的心上，会领受你大大的恩典，领受上帝你的祝福。主可能你也特别甲阮的中一同工3角伫地，可能因的家庭、因的工作、因的事奉，拢伫上帝看顾中，拢领受你大大的福气、平安。伫咧服侍顶面，更加来看见上帝你的荣光，充满伫因的心上，来领受上帝你大恩典、大祝福。祝阮教会的需要，特别新版希望教会，祝可能特别甲詹牧师正信徒3角伫地。阮兄弟姊妹中间出国的兄弟姊妹，祝可能特别看顾伫因出入来往得到平安，无论伫国外的工作。生活，出国访亲、关心、
主拢会当互因来领受上帝你的恩典、平安，拢伫因的身上。身躯病痛的主，可能也特别看顾伫因。无论伫喙兰者、异闻伤、春样伤、创者、狩猎者、数据者、春基者、红科老先生、续航者。让咱看到被上帝你的圣手医治甲帮赞，看顾伫因的身上。特别咱这段疫情，侪人感染，做可能特别互因经验互因的健康，通转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大大的福气。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做可能也特别接止这个战争，互和平真来临到，互国家甲国家中间会当互相对中。互上帝你的大权能临在伫这个世界每一角落的中间，做可能特别甲俄罗斯、乌克兰三角地带，阮本身的需要，阮带到的对象，阮伫遮对伊所求讨的，做可能特别伫基督中听阮的祈祷，伫基督中应允阮对你所求讨的一切，过来一摆将阮本身完全恭敬交托。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颂咏397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三享受圣神的帮赞甲恩传，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我们第一堂的聚会到此结束。我们实践上帝的话。Savior's birth. Lord made a world insane and narrow minded till He appeared and the soul found its worth.